主后2024年7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听讲故事，体验归属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上卷十一章第1节到47节。以色列众人组织来希伯伦见大卫，讲：阮是你的骨肉。较早扫罗做阮的王的时，带以色列去交战的是你。上主你的上帝嘛捌甲你讲：你会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，嘛会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以色列的长老拢来希伯伦见大卫王，伊就伫希伯伦伫上主的面前甲因立约。因就用油抹大卫，设立伊做以色列的王，照上主通过撒母耳讲的话。大卫甲所有的以色列人去到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当时叫做耶布斯，因为耶布斯人住伫遐。徛起伫耶布斯的人甲大卫讲：你无可能攻入来。毋过大卫有讲出锡安的堡垒，就是现在的大卫城。大卫讲：什么人先攻打耶布斯人，伊要做头做元帅。西罗亚的囝约押大声上去，就做元帅。大卫住伫堡垒，所以迄个堡垒叫做大卫城。伊对米罗开始起4围的城墙，其他的部分交予约押修建。大卫哪来哪强盛，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甲伊同在。下面这个是大卫的勇士的领袖，因全力拥护大卫得到王权，嘛甲以色列众人照上主对以色列的应允，设立伊做王。遐个领袖的名单记伫下面。哈吉摩尼的囝亚索班是正军官的首领，捌一遍用枪杀死300个人。第二个是阿俄人多多的囝伊利亚撒，伊是3勇士的一个。伊捌甲大卫伫巴斯大敏，非利士人组织伫遐要交战。遐有一区园，种真侪大麦。以色列人伫非利士人的面前逃走。伊徛伫园中防守迄区园，拍非利士人，上主予伊大胜利。30个首领中有3个落去阿杜兰洞附近的石盘遐见大卫。非利士的军队伫利法因山谷则赢。迄时大卫伫要塞，非利士的军队驻在伫伯利恒。大卫用真较无的口气讲：若有人会当去摕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水互我啉，毋知偌尔年好。这3个人就冲过非利士人的营地，对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抢水，赶来互大卫。毋过大卫毋啉，倒出来献互上主，讲：我的上帝啊，我哪通啉即个水？这敢毋是这个用性命去换来的人的血？我哪敢啉？所以大卫毋啉。这是这3个勇士做的代志。约押的小弟阿比斯是另外3个勇士的首领，伊捌举枪杀死300个人，就伫3个勇士中有名。伊比其他2个较有名望，所以做因的领袖。毋过伊犹不及前迄3个勇士。阁有驾驶人耶和亚大的囝比拿雅，
伊是勇士，有做真侪大事。伊捌杀死摩押2个强猛的勇士，搁伫落雪的时落去坑内杀死一只狮，搁杀死一个200外公分悬大的埃及人。迄个埃及人手举枪，枪会变，亲像一部机的车身遐粗。比拉雅只有举棍落去伊遐，抢伊的枪，用迄支枪甲伊杀死。这是耶和华大的囝比拉雅所做的事，就伫3个勇士中有名。伊比30个勇士较有名望，毋过不及前迄3个勇士。大比有设立伊做侍卫长。军中的勇士有约押的小弟亚撒赫、比利兄人多多的囝伊利哈兰、哈律人沙马、比伦人希利斯、提哥阿人伊结的囝伊拉、阿杜人阿比伊舍、何沙人西比该、阿赫阿人伊来、尼多法人马哈来甲巴纳的囝希利、便雅悯一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囝以太、比拉顿人比拉雅、加瑟克人户来、阿拉巴人阿别、巴罗米人阿苏马威、沙本人伊利亚哈巴、基顺人哈钦的正囝哈拉人沙基的囝约拿单、哈拉人沙甲的囝阿希暗、乌尼的囝伊利法勒、米基拉人希弗、比伦人阿希雅、加密人希苏罗、伊苏拜的囝拿来、拿单的兄弟约尼、哈基利的囝米必合、阿文人西勒甲西罗亚的囝约押举军旗的比勒人拿合来、以特人伊拉甲加利、迄人乌利亚阿来的囝撒伯、路便人示撒的囝阿蒂那，伊是路便支族中一个领袖，带30人。马加的囝哈兰、米特尼人约沙法、阿斯塔拉人乌西亚、阿罗尼人何坦的囝沙马甲亚利、提西人心利的囝亚贴甲伊的兄弟约合、马哈米人以利业、以利纳安的囝亚利拜甲约沙米雅、摩押人伊迪玛、以利业、俄比德甲米索巴人亚西业。听讲故事，体验归属。伫谁会当写出玫瑰的味道？这本册有一个故事，一名小丑仔伫中昼点公园的角落底表演，人甲来来去去的人哈哈大笑。无久，其中一位男士看手表仔，发现该转去上班，因为感觉表演真精彩，就正进前
放一张纸钞踮小抽仔的帽仔内，莫互我钱啦！小抽仔大声讲，会通买我苹果请大家食。男士听了真着惊，毋过接受即个意见。无偌久就带转来一袋的苹果，发互观赏的人群。因为安尼一个食着苹果观赏小抽仔表演的小团体就诞生。后来的人，除非对迄个小群体的某人听到即个故事，若无因无法度理解为虾米看小抽仔表演会有苹果通食，佫会因为认同就变成即个群体的一份子。即个故事诠释出故事的特质是连结已知甲未知、现今甲未来的奇妙桥梁，伫听甲讲之间，甲听故事的人的心揪做伙，建构成做一个共同体。历代志的作者为着互受了意识的人理解，伫波斯帝国善意治理下，生活已经得到改善的刺激。为虾米需要即时启程，倒转去故土？首先用族谱做连结，是要互认同之族的人民对号入座，清楚意识家己是啥。其次，伊用历代志上悬第10章扫罗王的失败做起手式，对照十一章真济勇士加入大鼻王的阵营，来呈现回归选民的特质。大鼻手下的勇士，差不多每一个人拢有名，不过今仔日的经文聚焦伫3位无名的勇士，因英勇的作为，毋是巩固领导中心的政权，毋是为国开疆辟土，也毋是以小博大的胜利，反倒是体贴大鼻对家乡的思念。当因无意间听见大鼻自言自语伫讲，若有人会当去摕必利行城门边的井水互我啉，毋知有偌尔好。即3个戆人就私自行动，冒着性命危险，冲过非士人的阵营，带回必利行城门边的井水。大鼻接到即个水，感动非常，看即个水是勇士的血，信仰互大鼻无法度甲这水啉落去，所以家伊当作珍贵的祭物，兄弟姊妹的共同体献互上帝。撒母耳记下卷23章89到39节有同样的故事，被编入大鼻的故事尾声预言之后的附录内面。若是历代志的作者甲即个故事编纂伫头前，期待照着安尼凸显大鼻对家乡的思慕之情。作者佫点出，大鼻会当激发人心，具有互跟随者诚侪勇士的领袖魅力，用安尼凝住以色列新世代的心，激起勇气来承继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允，认同家己是一阵巴勒斯坦的新共同体，回应上帝爱因搁再出埃及的呼召。默想，见证人通诠释做伫听甲讲之间深受感动，就有所归属的人。我捌做过安尼的见证人无？我愿意为着互人归属伫上帝，就为着因讲一个感人的
生命故事无？见证人通诠释做伫听甲讲之间深受感动，就有所归属的人。我捌做过安尼的见证无？我愿意为着互人归属伫上帝，就为着伊讲一个感人的生命故事无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愿我读经的时会当听到你用故事来帮助我的灵魂，互我的生命会当产生归属感，真做有勇气为你做见证的人。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疼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